大家好啊！今次咧，我想用另一個方法去做呢條片，影片同埋語音嘅介紹咧都分開嘅，希望可以俾更加多嘅資訊俾大家。上次呢條片就提過，上拍有2間二手嘅成交都係賺錢走人嘅。3月咧仲有3間嘅二手成交添，冇車路冇戶所都頻頻成交，點解呢？如果真係咁差，又點會有人買啊？如果真係咁差，上拍嘅業主應該全部做晒下喎，點解仲有人賺錢走人呢？我哋今日就去了解下，先講講上拍3月有3單嘅二手成交，一單咧係中層嘅，買入時咧就271萬左右，而家咧就280萬賣出去，原業主咧就賺咗8萬幾蚊啦。第二單咧就係高層嘅單位，買入嗰陣時咧就270萬左右，而家以290萬賣翻出去，原業主咧就賺咗19萬6千幾。最後一單咧就係中層單位，買入嗰陣時咧279萬左右，而家咧就以293萬左右賣出去，原業主咧就賺咗13萬8千幾。一個單棟樓冇車路冇戶所，點解可以賺錢走人呢？位置真係咁差咩？但係路口有超市有7-Eleven，大家想搭車又有元朗嘅循環線，又有車去到港九新界，呢啲位置如果真係要搭車出外工作嘅人在職人士，可能就唔係咁方便啦。但如果係退休人士又點睇啊？首先二手盤200幾萬，又係全新樓，全元朗都冇啦。而且如果大家都係年輕人，2個人住冇寵物，有入息證明嘅租客，租屋基本上冇問題嘅，係業主係最中意添。去到家庭客啦，有兒有女，咁因為要住近返學嘅地方，琴日都唔會話成日搬嘅，咁業主都好中意呢啲家庭客嘅穩定。但去到60歲又點睇啊？退咗休啦，冇收入啦，除非係仔女幫你租屋啫，又或者你自己租一次過俾1年嘅租金。如果唔係嘅話，業主亦唔係話個個都願意租俾退休人士嘅。去到70-80歲啦，就唔使再講啦。就算仔女肯幫你租，就算好俾一次過俾1年嘅租金，業主知道係70-80歲老人家住嘅話，基本上都冇人會租噶啦。所以年輕嗰陣時唔買樓，老咗就更加需要買樓啦，有一個安樂窩俾自己一個保障嘛。而且入去上拍呢條路，去到同屋苑入邊都冇樓梯嘅，對老人家嚟講就更加方便啦。經過呢條小路入去都係3分零鐘左右啫嘛。就以一個1房282尺嚟講啦，房就夠大，可以放到床同埋放到衣櫃，浴室廁所就喺房裏邊，夜晚黑老人家起身去廁所就更加方便啦。打開露台門，附近因為冇車路，單位就更加清靜。洗衣機、雪櫃、電磁爐全部都係全新嘅，發展商附送嘅。200零萬嘅單位剩翻唔係好多嘅咋，所以如果大家有興趣可以聯絡我咯。我呢個頻道咧係一條冇流量嘅頻道啊！如果大家睇到我呢條片嘅最後，睇到我呢段說話嘅話咧，不妨俾個讚好我啊，留翻10零字嘅留言，同埋幫我分享出去，我就感激不盡啦。